在治水方面，现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西尾滞洪池。在之前曾经就是会提过哈，那第六合专局这边耗资了2亿4千多万，整治了滞洪池之后，在黄市长这边，在我们水利局，这边又在编列了4400多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景观设施。乌错林呢有2条湘潭，就在107年跟108年做的，这个做起来对我们那个排水改善功能很好，这个保有铺得很平坦。阮所邻里甲所属里，这段时间就是拢做庄内、里内道路、下水道全部拢有改善，改善了抽水站嘛来加完成。这段时间来，庄内就袂吃水啊，无过去变咧落雨，庄内大家就坐咧等，变落雨水就起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安定区临近南科园区，近年受到园区外溢效益带动，许多周边建设和劳动人口也渐渐落脚在此。因此，台南市政府也核定了安定区都市计划变更，并且新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未来发展指日可待。像是交通方面，预计开辟南科特定区的计划道路，疏解尖峰时间车流问题。而民众最关切的防洪治水上，西尾滞洪池、港口滞洪池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营造工程，就是为了希望有效舒缓安定区排水淹水问题，让市民住得安定，心也安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3个滞洪池。一个142万栋的，一个80几万栋的，88万栋的，还佫有一个这3个滞洪池就会当落大雨的时阵，水排对遮来，闸门溪边就袂讲一时间排袂出去，尤其闸门溪水重的时阵，水门爱关起来，关起来的时阵你内面的水就排袂出去要排倒去就排来遮来，会当来冻一时啦。会冻一站啊，等闸门溪的水降的时阵，水门开才佫流出去，这就是调节的功能。所以治水是咱上重要的。第二，当然咱嘛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啦。比方时的时阵，大家咱来遮做一个公园，看落日，也是讲咱即马未来佫用一寡设施，咱的少年仔会当来遮拍球，也是做一寡其他的活动，当然，咱是希望讲甲打造安定，会当互一个较好这个生活较好休闲的所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亚当好手方婉玲，14日跟妈妈来到台南市政府拜会市长黄伟哲，要来当面感谢市府协助修理房屋以及生活上的帮忙，特别摕来走住阿里山的高山茶，要来送予黄市长。黄伟哲表示，方婉玲甲陈柏任代表着台湾伫奥运上发光发热，承载着全国人民的期待。市府也尽全力协助选手的需求。代表台南市民来跟方婉玲还有陈柏任的代表一起见面。那尤其他们在代表的台湾，代表着台南，在奥运会上发光发热，可以说是承载了所有市民们的期望。那同时今天也是颁证他们将来直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经费给他们。我想说，希望说他们好好训练，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让他们的家里面的生活的压力能够减轻。那继日前我们帮忙整理了他们所住的地方之后呢，我们也希望说让所有的选手都能建立制度，
能够好好的培训，那将来在各级的运动赛事中能够为国争光。黄伟哲嘛指出，希望让所有的选手拢会当建立制度，除了好好培训，持续伫各级运动赛事为国争光。同时，传承嘛真重要。未来选手退休了后，嘛要安排转任教练的机会，为国家培育偌侪优秀的选手。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来到第二天，所有的小主播对新闻的制作拢有基本的熟悉。第二天，除了先让小朋友了解要安怎来分辨新闻消息的真假，上重要的是教小朋友要安怎写出完整的主播稿。同时，嘛透过上课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一位主播的基本仪态，还有衫裤的搭配。很快2天的这个主播夏令营，那看起来参加的学员们应该对我们的课程都非常的满意，也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些。包括采访、写作或者是播报的一些技巧，那这里面我们也放了一些跟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希望小朋友在这里面也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判别假新闻、假讯息的这一种能力。那明年度我们希望可以再做一些课程上面内容的一些改进，那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主播夏令营特别安排了画种的课程，让学生会当体验画主播的种。同时，嘛，让每一位学生会当亲身上台去报新闻。大家好，我是周佑琪，欢迎收看8月13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大家好，我是张继腾，欢迎收看8月13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随着活动来到尾声。小朋友因对采访、写稿一直到报新闻拢有基本的熟悉，利用暑假2天的时间来到地方电视台，透过活动学习要安怎成为记者，还有主播。伫活动的最后，由双主车3冠王的连接中心的协理陈建春来向小朋友颁发结业证书，嘛对大家2天的来努力表达肯定。2天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除学习到采访、撰稿、主播外，也进一步更认识及亲近媒体，收获满满。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李佩萱，我们再会。台南新闻和超帮刘品言采访报道。由台南市议员林美燕发起，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主办的南区、安平区绿色儿童的寒暑假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进入第7档。因为疫情的关系，每天大约要准备200个便当，分4个区来发送。莫看这小小的便当，背后也是有不少的善心社团的帮助。虽然一个便当不是很多钱，但是这个心呢，爱心是无限的，爱心的力量是永恒的。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那也非常谢谢很多的单位的付出与精神。站在台南市卫的立场，非常的感谢你。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继续将这个爱传播下去，让这个社会有温暖。还有餐盒，这些都展现了我们师友的爱心。感谢师执会感谢各位领导师友，感谢我们议会的各位长官，祝福大家。伫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分区主席李淑玲的带领，包括英美、英空、军英、甲蓝营等赛主会，上午嘛共同响应，关进爱心善时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善心社团来加入。我想，有因为他们的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在寒暑假的一些弱势边缘户的小朋友，让他们不会有饥饿不会有饥饿。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每一年我们狮子会的家庭都会到现场来关心。在过去都是陪着小朋友用餐，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次没有。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了，他们有带礼物来，就是一些布娃娃，还有一些餐盒。那我们今天小朋友在领爱心便当的时候，添加了更多的喜悦了哈。所以真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狮子会长期为了饥饿儿童所做的一个付出啦。即马疫情较严重的时阵有一部分的家境较歹，不过无法度摕到补助，
的家庭，咱会当甲因遮帮忙是真正无容易。感谢咱议员佮甲阮的印美会，佮一寡迄个慈善团体，阮大家合作，来对咱的囡仔表示咱的关心。我想对一个社会，这囡仔咱感受到社会温暖对因后日的成长嘛是相当的好处。上午出席的包括市长黄伟哲、里长郭信良，还有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的总监张兆龙，带领团队共同来关心。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领到赛主会加送的餐盒甲绒毛娃娃，面顶拢充满笑容。而市长嘛特别颁证感谢状，感谢赛主会的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原本是服务市民接受真情甲资讯的服务处，唔过当看到场面挂满济济艺术创作，加添文化气氛。议员创作人表示，为了推动城市美术馆的概念，现在伊个进一步率先将地下室40平空间全新打造成美术加音乐展演的空间，而且装设净化空气的设备，后面就会当安心观赏。而第一场邀请知名画家郑真，将对台南的地标进行创作，相当精彩。努力的去发现台南的城市之美，我们台湾的任何的这个好地方都是我的题材那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画出好画，然后让大家欣赏。未来除了展画让来欣赏的民众很舒服以外，还有我们也会预期也会安排很多的这个讲师带来很多的音乐讲座，这个教画版画的讲座，还有设计的讲座，很多城市意象的讲座都会陆续在这边开展，而且都是公益免费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络预约平台。议员除了将服务处变成在地画家甲艺术表演者进驻的空间，透过作品的展示，也搁要提拨经费来做公益。其中奇美精密就率先认购200图，甲画家共同捐出6万块，予南台南家护中心。好 ，OK， 谢谢。我想有一颗很柔软的心，这足柔软的心，伫这个咱的从政服务选民的同时。就像他打造服务处是一个文化艺术空间，同时用这样的心来陪伴，不只是相信，不只是除了家福中心可以受惠，很多的社福团体、各个文化艺术团体也都会受惠到。这次的活动它的一个收场都还会捐出20%以上的这个费用共同来帮忙家福中心。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感谢。我们科工区的奇美精密工业王董事长特别抛砖引玉除了认购画作以外，也特别总共我们这个活动也第一次也捐出了6万块的现金，要给这个我们家福基金会来做这个急难救助金，帮助这次疫情冲击的一个很多的家庭。议员结合画家甲企业家所推动的艺文空间，预计9月12号正式开播，嘛邀请大家无私奉献，共同为公益来努力。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虽然 COVID-19 疫情冲击国内外旅游产业，不过危机嘛是转机，意外带动一波 VR 观光的商机。所以昆山科技大学在暑假期间嘛特别开设环境导览系统的相关课程，由旅游系同时嘛是资深管理系教授吴国良在线顶开课，给人看到这套系统透过师生合作，不管是运用在夜间的量行空山节。
让大家唔免到现场，得当看到完整美丽影像记录。也是替垦丁游客中心的室内空间设计多媒体导览。另外，运用该系统，毛学校新生真紧得当实施校园环境，相当方便。老师强调，就是依照个案定做，而且用电脑或是手机得当看，嘛成为疫情期间虚拟观光的一大焦点。透过这些系统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时的状况把它记录保留下来嘛。那让没有去过的旅客，或者是说你去过，你想要再次浏览的，你都可以实际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做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导览去看当时的现况。那再来，目前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也不能出国。那如果说我们有国外的团队有做相关的观光旅游景点的这些导览的话，那以后的应用可以做成类似像线上的旅游团。为了提升旅游系学生，不止重视专业的导游，透过这套系统的学习，麦当向饭店、市场等各行业接案，提升竞争力。毛已经带领足够的毕业生认为真经跨河。从这里面就是学到一些。就是设计的软件，然后还有一些图示该要放多大、放多小，就是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在未来如果想要去找另外的网页相关职业的话，也比较有一些基础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东西。未来的任何产业，我个人认为是跟资讯科技都脱不了关系啦。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以后如果说是我们5G 的时代更普遍的话，它会可以更快更及时，能让你到各个场域去各个观光景点去看嘛。该校除了把许多予学生提早学习，已经向教育部申请南区甲关田的观光工厂等产学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技能。台新闻管制采访报道。时间一天一天咧过，真紧中秋节嘛搁要到啊！每一当中秋的时阵，大部分的厝人拢会团圆来烘肉，搁有食月饼。因为旧年东东餐饮的月饼礼盒反应真好，今年特别演算旧年的飞上月球的月饼。今年嘛因为疫情的关系，继续比照旧年无调整，互民众伫咧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伫今年嘛会当欢欢喜喜来过中秋。大家好，好快哦，一下子中秋节又到了哈。虽然说都是在疫情当中，但是我想仍然一样，这么重要的节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东东今年一系列的产品。好，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今年缩减了量。然后呢，同时也把价钱更亲民了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变穷了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过一个比较快乐的中秋节，我们把价钱都降了，比去年更低。除了中秋月饼以外，还有其他的礼盒会当做选择。今年拢总推出了14款中秋礼盒来提供给大家参考。东东餐饮希望让民众有一个有甜有圆满的中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民众宅在家，为了舒缓民众的压力，原本5月份要伫安平区境艺廊内展出的画家康玉花生活彩虹个展，一直等到疫情的3级警戒降级以后，才正式展开。康玉花女士目前是生活美术学会甲台南市美术学会的会员，进前因为护理的工作。一直无法度专心来做画，现在退休以后，有搁较侪时间对着启蒙老师康志聪来学习，过得更加充实。在就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到退休之后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我希望我的下半人生呢是过得极为丰富跟精彩的。所以呢，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有跟康老师去学习画作。那在提前退休之后呢，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展开自己的创作理念。就是因为有兴趣，
那么在正好新化，我们有一位康志崇老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而且很好的一位不藏私的一位老师。那么借由他的教导，那慢慢的让我进入了这个作画的世界里面。我是希望在油画创作上是能够朝多元的题材来展开自己的色彩人生。康裕花的生活彩虹各展呈现的有山水、田园风光、甲人文风情等，有的是国外旅游的风光，另外嘛有袂少台南的知名景点，提供民众放松舒压的好去处。画作呢，大部分都是经由旅游那么所摄取的画面，那拍照回来之后呢，再逐一的从印象中、从照片中来抓取那个灵感来画画的。好，那么这一幅呢，就是日本九州的金陵湖，在当地呢也是一个必去的观光景点，相当有名，而且非常漂亮。这个是我们算现在台南市那个正亚卡盐田的黄昏，那么这也是许多摄影爱好者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那么它的黄昏呢，带入了很多很丰富的色彩，那么也是它极为吸引人的地方。在7月27号开始，因为全民共同防疫的努力下，那现在疫情呢，我们降级到第2级。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区公所重新开放，让民众可以进入公所来洽公。那我们也想说，因为大家其实疫情期间都很辛苦，那希望借着这样子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展，然后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态度，然后来面对、来欣赏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目前这个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到10月下旬，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到安平的区景艺廊来欣赏。不过防疫期间，区公所呼吁民众参观也是要遵守防疫的规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是谁切洋葱巡回展？这次总共邀请20组台湾各领域艺术家共同开展。首先伫台南登场的是由三妹堂创意木偶团、春仔花艺术家廖丽梅、插画家刘青、刺绣艺术家黄丽丽、纸浆艺术家廖丽华、雕塑艺术家曾丽娟、视觉艺术家刘志宏等7个艺术家以及团队联合展出。今年是星光3月，我们这下系列的第10周年。那我们今年是以爱为主题，举办了一个是谁切洋葱的展览。那其实洋葱的故事大家应该就知道，它一层一层能够看到最核心、最感动的东西。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下展览的宗旨是把台湾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让更多人看到。那在洋葱展里面，我们今天这一次有找齐了20组的艺术创作者。那在台南这个地区，我们有找了7组的创作者在这边以家为主题，那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的酸甜苦辣，有让你会开心欢笑的，那也有就是从家里面转化的一些心情概念。不论是雕花、布袋红啊、插画、刺绣等创作，拢是艺术家的生活呈现。期待观赏者透过看展，会当唤起家己内心感动的时刻。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